中国当局继续在东突厥斯坦采取同化政策，并试图用各种手段使突厥人忘记自己的民族身份。根据中国政府喉舌新华网，中央政府已指示维吾尔儿童提高所谓5个认同的意识。5个认同的内容是：对伟大祖国的认同，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对中国共产党的认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土耳其中部城市卡赫拉曼马拉省和中国伊吾市签署同胞城市协议，引起了公众的反对。中国当局无视国际舆论的压力，继续镇压东突厥斯坦的维吾尔人。在这种情况下，卡赫拉曼马拉省市政府的决定引起了争议。东突厥斯坦新闻中心主席卡拉卡什在一份声明中说：“中国当局试图欺骗舆论。为什么乌鲁木齐和田喀省、阿克苏和吐鲁番等城市与安纳托利亚签署了同胞城市协议？中国大陆的一个城市签署了这项协议，这是对卡哈拉曼麦的英雄人物的侮辱。我们呼吁他们对这个错误的决定负责。”为了应对国际舆论的压力，中国邀请国际媒体记者进入东突厥斯坦集中营后，中国所谓的教培没有压力的说法再次成为谎言。当回答外国记者提问时，一名被拘留者的表情和肢体语言显示出他的恐慌。当记者问你们有没有宗教自由，维吾尔年轻人保持沉默。中国政府官员却试图教怎么回答问题。这名所谓中国宗教人士说我们有宗教自由，这个很重要。这个场景引起了关注，再次证明了中国的谎言。Ya dini etikat erkinlik mi dedi demem siz buna. Ha kan suç değil mi? 包括美国、德国、英国、日本、法国、加拿大和意大利在内的7国集团首脑会议，由法国总统伊曼诺尔·马克龙在该国西南部的比亚黎茨镇举行的晚宴开始。首脑会议的主题是决心消除不平等。峰会将讨论安全、气候变化、对妇女的暴力和性别平等等问题。预计他们还将讨论乌克兰、叙利亚、伊朗和英国对欧等问题。在举行首脑会议的比亚黎茨，成千上万的公民齐聚一起举行抗议示威。抗议者呼吁7国集团领导人改变其国家的气候和经济政策，为了首脑会议的安全，采取了高度安全措施。美国政府警告说，缅甸军队继续针对罗兴亚穆斯林的种族清洗，并继续严重侵犯人权。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摩根·奥特加斯发表了一份关于罗马尼亚军队对罗兴亚穆斯林进行种族清洗的书面声明。声明说，缅甸军队于2017年8月进行了大屠杀和严重侵权行为。声明强调，美国再次呼吁各方在罗兴亚民族清洗的第2年采取行动。阿尔特加斯说，2年前，缅甸安全部队猛烈攻击数千名手无寸铁的罗兴亚人，包括妇女和儿童，以应对武装分子袭击阿拉干北部安全点的袭击事件。